呢一道豆腐金菇肥牛卷，寡人真係十分喜歡，未知做法如何呢？硬豆腐吸乾水切成細條狀，入氣炸鍋前再索一索水，噴一噴油，氣炸鍋用200度炸10分鐘。夠鐘之後夾起啲豆腐條攤凍，呢個時候開定啲生粉水，跟住可以開始包肥牛卷，將啲豆腐連埋金菇一齊捲起佢。記住唔好喺同一個位係咁捲，而係斜斜地由個尾開始捲向個頭度，收尾嗰個位搽啲生粉水上去，壓住佢5秒鐘。捲晒之後可以準備個汁，磨1粒蒜頭同埋1嚿大薑，加入白胡椒、黑胡椒、味淋、日式醬油、蜜糖、少少水，攪勻佢，再落1殼生粉，再攪勻佢，之後就準備落鑊煎啦。記住接口位向下擺落去，壓一壓住佢10秒鐘，等啲生粉成型，咁就唔會煎到散開晒。煎到4面都上色之後，就可以淋啲汁入去，開中火等啲豆腐同埋金菇索下啲汁，期間反下佢，最後煮到收汁就可以㗎啦。呢個餸勁啱攞嚟帶飯，希望你哋鍾意啦，拜拜。